Oracle HRMS 中嘅彈性域理論 Oracle R12 System Administrator 系統管理員基礎知識。彈性域 Flex Fields。彈性域係一個可自定義嘅字段，佢從常規 Oracle Application 窗口喺窗口中打開。通過定義彈性域，你可以根據自己嘅業務環境定製 Oracle 應用程序。你可以輕鬆定義彈性域嚟修改或者擴展 Oracle 應用程序，而無需編程。通過喺 Oracle 應用程序中使用 Flex Fields，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嘅業務環境構建 Oracle 應用程序所需嘅某啲標識符，根據需要收集同埋顯示你嘅業務嘅其他信息。彈性域為輕鬆修改同自定義標準 Oracle 應用程序處理提供咗好多機會。系統實施團隊嘅成員以及系統管理人員應熟悉 Flex Fields 嘅概念同過程，以設計同支持滿足所有用戶需求嘅 Oracle 應用程序環境。鍵同埋描述性彈性域、關鍵彈性域、工作、位置、年級、能力、人員組、個人分析、成本分配、集體協議等級。有關 Oracle HRMS 彈性域嘅更多詳細信息同埋用途：1.R12 Oracle HRMS 工作結構基礎；2創建 Flex Field 同埋 Segments Extended Flex Fields。額外信息類型 EI 註冊 EIT。創建新 EIT 後，必須將每個 EIT 嘅行拉插入到相關信息類型表中。此操作嘅過程因你創建嘅 EIT 類型而異。如果創建新人員 EIT， 則從 Submit Processes and Requests 窗口運行 Register Extra Information Types EIT 流程。如果你創建新嘅組織 EIT， 請運行腳本來插入行拉。有關事例腳本，請參閱聯機幫助中嘅用於註冊額外信息類型 EIT 嘅事例腳本。有關流程詳細信息嘅更多信息，請參閱聯機幫助中嘅以下文檔。為組織分類，設置額外信息類型。設置額外信息類型唔包括組織 EIT 同埋安全性。為咗為 EIT 提供額外嘅安全性，你需要將每個 EIT同需要訪問信息嘅責任相關聯。你仲可以使用以下組合嚟限制對 EIT 嘅訪問：菜單同任務流。要使用戶能夠查看或更新 EIT 信息，你必須將 EIT 窗口添加到菜單同任務流中。Custom Form 同埋任務流，你可以將 EIT 限制為特定嘅用戶進程，例如喺人員級別，你可以定義 EIT 以保存醫療詳細信息、安全信息同埋喺其他國家每地區工作所需嘅信息。喺呢一種情況之下，你可能希望創建兩個任務流。第一個任務流帶有一個按鈕，僅用於輸入醫療詳細信息；第二個帶有一個按鈕，用於輸入其他類型嘅額外信息。責任級別、安全性。對於每個責任，你可以選擇要查看嘅 EIT、Custom Form 同埋任務流限制，提供咗額外嘅安全性。你可以定義責任可以訪問 EIT， 但係呢一個責任嘅用戶冇辦法查看額外信息，除非佢哋有權訪問顯示該信息嘅窗口。呢個安全性唔適用於組織嘅額外信息類型。特殊信息類型 SCAD， 你可以使用 SIT 作為 EIT 嘅替代方法。